伫香港电影常常能看到演员伫竹仔做的演架小录小拍，这算是一款真有代表性的香港的建筑技术。也毋过，即马嘛拿少咯。香港政府嘛表示讲，未来使用较用的钢铁来代替竹仔。伫香港电影内底，常常看到伫竹仔演架那种飞动的场面，或者是落落去吊挂的五人情节。大明星成龙有名电影《A 计划》接获4口字，甚至刘德华嘅《骄神佬》竹仔演架場面。我覺得搭棚咧由一條竹啦，可以搭到萬丈高樓從地起嗰種感覺，成座嘢大包圍，或者可能凌空搭個棚俾人咧，我覺得係藝術，同時亦都係覺得好正啊！成件事真係好有香港嗰種縮影啊！竹仔演架甲傳統技藝同款世代傳承，自古以來喺中國甲亞洲其他地區被廣泛使用。竹仔因為較輕巧，為中國單邊運輸較方便，喺香港這樣嘅都市環境內底，較簡單來搬甲時間。即馬這個有代表性嘅香港建築技術可能豆豆消失。香港政府今年3月因為安全考慮，宣布會豆豆擴大金屬演架使用。如果用鐵通嘅話咧，因為佢出邊市面上啦，以我所知啦，佢買到嘅材料咧，通常都係啲 size 比較長嘅，你翻到嚟要自己 cut。但係如果竹嘅話咧，我哋出邊咧，我哋其實已經係分好晒幾個尺寸嘅竹俾我哋揀嘅已經。同埋竹你相對起，即係你如果你要裁起上嚟咧，即係你要界嘅時候咧，係方便好多嘅係。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，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。香港發展局表示，建築工程內底用金屬演架已經真早是出世。香港政府無期全面禁止，會繼續甲業界頂討論，喺竹仔演架頂懸施作安全性。根據建築業議會，目前香港差不多2500個註冊的竹仔演架技工，為2018年以來有23人因為竹仔演架事故不幸死亡。在空中竹架內底地圖業有自身的機械地圖市，每一個大樓內底8頂8個。另外，金屬演架出台，竹仔演架速度目前依然是未知數。公視新聞黃文玲報道。